我刚可听你女朋友说，让你给买明天早饭。她不知道你在沙漠里。是以前的信息。想女朋友了吧？只能放大成这样了。好，看见。哎呀，我们的小兔子就这么孤单单的在月球上，看看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，很适合你。什么？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你慢慢看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，很适合你。什么？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之前都被你带晕了，你凭什么说自己一事无成啊？就算你现在要放弃以前的事业，从头再来，但是之前做过的事就在那里呀。虽然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，但是一定很有价值。所以就算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了，也不用否定以前吧。起码为了理想争取奋斗过，比从没尝试过就妥协，我觉得这起码不是错误。放松一下，看了会儿直播，发现了一个好搞笑的主播啊，推荐给你路上看。多看技术主播。技术主播白天已经有一个啦，特别厉害，特别技术，特别严厉那种。过奖，前面的可以接受，特别严厉还没有。你想有？不用不用，就这样已经可以了。你到哪儿了？今天特别想吃油条，可不可以带一下？不考虑热量了。我可以只吃一半，或者不是有那种很短的吗？李图，跟女朋友发语音呢，门都不进，这么着急？让我进去。我刚可听你女朋友说，让你给买明天早饭。她不知道你在沙漠里。就算不知道你在沙漠里，你出差她也不知道。是以前的信息。想女朋友了吧？快来，江湖救急！刚我们那牌楼上那俩给女朋友打电话全跑。哎呀，你快点！你这聊天，快点了啊！